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喽。徐薇老师每天都很认真、期待的教大家有用的客家话，有没有认真学呢？今天我要教的是跟电话有关的基本用字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学电话，客家话是这么说的：天发，天发。接电话呢，叫天发，叫天发。接电话，那打电话呢？大天发，大天发，大就是打的意思，大天发。再来，电话响喽，天发响哎，天发响哎，电话铃在响喽。哎，刚刚有人打电话找你耶，哎，这是一句话喽，认真听哦。刚才客家话说嘎哈，嘎哈，哎，你说一次我听来。很好，嘎哈，有人就是有人，有人，大天发，请你，请就是到处去找，请你找你，来再跟我念一次哦，嘎哈，有人大天发请你哦，嘎哈，有人大天发请你哦，或者是刚刚有人是打手机找你哦，嘎哈，有人打手机耶，好棒哦，教过都会哈。手机耶就是手机。嘎哈有人打手机耶，请哦，找你哟，会了吗？来，再来一次。嘎哈有人打手机耶，请哦，哇，有天分，有天分，讲一两次就会了哈。嘴巴张开来念，学客家话就像学英文一样，跟学所有的语言一样，你一定要嘴巴张开来一直念哦。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客家俗话，阴客喜相逢。有一句话呢，风水轮流转，客家话的说法跟我们熟悉的普通话是一样的，叫做风水轮流转，风水轮流转，风水就是风水，风水轮流转就是一直转的意思，风水轮流转，风水轮流转。英文怎么说呢？老外很喜欢用狗狗来比喻人，所以他们说的是每一只狗都有自己的好日子。Every dog has his day. Every dog has his day. 今天就学到这里喽。接下来呢，学薇老师要带着大家来复习哦，嘴巴借我们，拜托，求求你，嘴巴张开来。我们先讲第一个电话，天发，叫天发，大天发，天发响哎，嘎哈有人大天发请你，嘎哈有人大手机的请你。风水轮流转 ，Every dog has his day。好棒哦！我是徐薇老师，徐梦妮爱之 say， 拜拜。